多好的草原呐！可惜呀，却受到了上帝的诅咒。请您注意，夫人，这一片草原也是属于沙皇陛下的版图。大人，这我知道。不过，您别忙着教训我。您知道我想告诉您什么吗？他偷去了我的汗位，难道不该受到诅咒吗？哼！现在，他一下子失去了女人和2个儿子。哼！这真是报应，让他断子绝孙。夫人，这么说来，您是非常非常的恨他了。恨他？恨不，我不恨他，我是同情他。受神的庇护，我的儿子小刀尼比越长越结实，他已经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学校里上了7年级了。你说，这不是天意吗？哦，夫人，您的公子也算是仪表人才，可就是脑袋不太灵光。这是谁说的？谁说的？我儿子可是已故的英明的阿育奇汗的嫡系子孙呐！省长大人，如果您让我的家族早日继承图尔扈特的汗位，我一定天天在神的面前为您祈祷。夫人，您即使不说，我也明白。大人，您答应我，只要您让我的儿子登上汗位，我们家族的全体是不会忘了感激您的。您记得我们俄罗斯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一只猫过于心急的想吃奶酪，结果会烫坏了鼻子。如果我的儿子登上汗位，这也是一桩好事啊，也是有利于我们图尔扈特人和俄罗斯人交好的事情嘛。难道您没听说过，图尔扈特人正蠢蠢欲动的向东归吗？东归？可这里距离他们的老家有1000万里，难道他们真的能变成鹰吗？哎呦，我的省长大人，您是如此不以为然。报告省长大人，前方有蒙古人在阻拦。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恭喜啊！这是啊，那家牧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很高兴，要邀请所有的过路的客人前去祝贺呢。哦，这倒是一个很好的风俗。大人有兴趣吗？我们去看看，好吗？嗯，我闻到蒙古人的酒香。好啊。亲爱的，你看，是远道来的贵客，快过去看看。好的。尊贵的客人为新出生的孩子带来了吉祥。好热闹啊！小心点，夫人。蒙古人很热情的。啊，这里的主人好像我很熟悉。尊敬的客人，愿孩子的降生给大家带来安详。你们远道而来，我十分荣幸。啊，到我的帐房喝杯喜酒吧。我们见过，在不久以前。尊敬的省长大人，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面对好客的蒙古人，大人你不该担心。是啊，是啊，而且都还是和孩子有关。夫人，你看这家的男主人只怕不是个普通人吧？辛格勒是我们著名的摔跤手和勇士。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连你们的活佛都亲自到场了。看来你们图尔扈特人又多了一对勇士啊！对对对，啊，我们蒙古图尔扈特又多了一对雄鹰。哎，要不去看看？我要去看看这个小雄鹰。哎呀，让我看看这个小雄鹰。夫人你好。哎呦，让我看看。哎呀，哎呦。哦，这是一对双胞胎呀！哎呦，哎呦，多壮实啊！让我抱抱，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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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哭。
哦，不哭不哭，让我看看，让我再看看。哎呀，真好看呢！哦，我去。来，夫人，别累着你。他一点不像你，他也不像你。夫人，快把孩子给我，会尿湿你裙子的。哎呀，你看你说的，我这裙子就没被尿过。我看见他们呀，就好像看见我儿子小的时候。哎呀，她很漂亮，但是她也很顽皮。睡着的时候啊，乖乖的，可是啊，一醒来就会尿我一裙子的。哎，这个物件有点眼熟啊，好像有人带过。夫人，夫人，您是知道的，这个护身符是我为我们韩王开过光的。这就对了，我说呢，怎么这么眼熟啊？啊，夫人，说到这个护身符，夫人明鉴，那是韩王当年赏赐给秦格勒的。韩王当时也没想到秦格勒会有2个儿子。我们快走吧。我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好了，夫人，我们该启程了，大人走吧。我说，夫人，这2个孩子，一个呢长得像他妈妈，一个长得像他爸爸。那个长得像女孩的叫达士敦，那个叫沃巴西。我还以为长生天会给我一个女儿，没想到我着急了一个晚上，却出来2个带把的。可他们不像你。他们不像我。对，夫人，您可把话说准了。我的桑吉玛绝不是胡来的女人。如果她是个坏女人的话，我会用皮鞭把她赶出毡房，再把她踢进伏尔加河，让她飘着走。夫人，快点走吧，走吧。不，大人别着急，哎呀，我有很多话走吧夫人还没有说完呢。赶紧走吧，夫人。大人，我们该启程了。您为什么要拽我呀？您别拽我呀！哎呀，你们真是太有意思了！哎呀，你们太有意思了。路途遥远，你们慢走啊。大人，您不觉得这2个孩子有问题吗？难道您看出什么异常了？尤其那个叫沃巴西的孩子，眉宇之间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韩王？哦，我看你们蒙古人都是一个样，鞑靼人种，长得都是细眼弯眉，还没有鼻子。您怎么这样说话？就是这样。他们都走了。客人们都走了，那个贾安婆娘像个狐狸似的嗅来嗅去的，嗅得我心惊胆战的，比在战场上遇到对手还叫人胆颤呢。让佛祖保佑我们的大士敦和沃巴西这2个孩子吧。沃巴西有100天了吧？嗨，您不要挂念，常常有人去探望他。啊，烦劳你了。哦，对了，我那位嫂子没有找人家麻烦吧？没有，她已经回圣彼得堡了。这2个孩子只有1个冥府，这可是个疏漏啊！老大已经想到了，这是我那个徒弟替我找到的，一模一样。哪儿弄来的？真是神通广大呀！佛门修行的人捎来的。看来故乡的人没有忘记我们。是啊。哦，对了，那你就带我
把这个给沃巴西的那个兄弟吧。好。韩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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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配的药你一定要坚持吃。我一直吃着呢，啊，只是岁数大了，有时想起来回到天山，一览故土草原的愿望，恐怕在我这有生之年是难以实现喽。你的身体还硬朗着呢。啊，妈妈啊，你也歇息去吧。长生天保佑韩国的平安吧。伟大的彼得大帝走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儿子。宫中传说，那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正是这个智力低下的彼得三世，娶了一个格外聪明的日耳曼姑娘费格珍，而我，也注定要和她发生复杂的关系，和进行反复的较量。娜塔莉莎，我们走多长时间了？好像快3个月了。快3个月了。您在想什么？我在想那个皇帝。我听说他留了很长的胡子，喝汤的时候会不会把胡须浸到汤里呢？您说的那是老沙皇，等着您的是他的儿子。是啊，人们说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最大的兴趣是玩锡兵。哦，就是那种制成将军和士兵的玩偶吗？他的卧室里摆的全是这种小玩意儿，他整夜在宽大的床上指挥他们打仗冲锋。我的上帝！你哭了？不知道，我对我的远行毫无希望。一想到要去的那个国家，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秘密中我知道，我们踏上这个国家，就再也不能回去了。这里就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就像那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从此扎根在俄罗斯的原野中。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公夫人日后会成为俄罗斯历史上又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娜塔莉莎，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上帝的指引。这些日子，我越发相信了。我们该回去了，不然你的小丈夫会不高兴的。你不要这么跟我说，上帝指引我来到俄罗斯，不是为了彼得寻欢作乐。皇宫的空气让我透不过气来。阴郁沉沉的天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的心，我想改变。快开门，开门！我是波将军。出什么事了？快上马车，你们快点！格里高利·奥尔罗夫等你们，快点！上帝呀，是你救了我，我不会忘记你。夫人，宫中混乱，我们快走。这位风流的叶卡捷琳娜，确实像她说的那样，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她借用情人的力量控制了彼得三世，那位在她心里有些弱智和痴呆的丈夫，开始了他拯救俄罗斯帝国的野心。请。省长大人，韩国这么混乱，看上去像要造反。看看这些野蛮人要干什么？现在俄罗斯的南方都会看到毫无次序的混乱，许多民族起来，公开的反对沙皇。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的手段废除他们？可是眼下不行，这就是俄罗斯的宽容和大方。如果韩国的韩王是我的儿子，你会这样被冷落吗？我为你感到羞辱。注意那个女人。英雄的韩
我接到尊敬的皇后陛下亲自签发的命令，给所有为上帝献身的图尔扈特的勇士赐予嘉奖和抚恤。皇后陛下说，他们是最好的战士。那我谢谢沙皇和皇后陛下。至于抚恤，你应该明白，留在一个民族心头上的伤口，是任何代价都不能弥补的呀。你说的对呀，韩。所以我们只有更加严厉地教训那些土耳其人，让他们流更多的血，来洗清我们的耻辱和悲哀。什么？这么说，这仗还要打？您说对了，而且陛下命令图尔扈特汗国再选3000名精兵，由得力的将领统帅大军，开赴俄罗斯的战场前线。这是诏书。我的好兄弟，对于皇后陛下的信任，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才是。夫人，您是站在河岸上的人，总是说冰水是暖的。我的好兄弟，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是雄鹰，就注定要在天上飞翔，经历风雨。难道你想把我们的男人都变成只知道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的窝囊废吗？人有生有死，与其在世上苟延残喘地度过一生，还不如轰轰烈烈的像闪电一样赢得一刻的光芒。对不起啊，我的好兄弟。你还不能原谅你的嫂子吗？其实我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兄弟，你说我是站在河岸上，你说的对，可我也是图尔扈特汗王的女人。你说我看着我的臣民们在冰水里，我能立起我的靴子吗？好了，不要再说了。百灵鸟唱得再好听，终究抵不上雄鹰在天空中翱翔。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你的话说得再好听，能抵得上我们那些上战场的图尔扈特的勇士吗？哎呦，我的兄弟，我还是个女人。你说我们图尔扈特有叫女人去沙场拼命的历史吗？我们图尔扈特是没有这样的历史，我们图尔扈特也没有像你这样喋喋不休的女人。哼，喋喋不休，我喋喋不休？兄弟，别笑我，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快
害怕吗？我才不怕他们呢，因为我和阿爸不一样。你为什么救我？你阿爸为什么要改信东正教呢？我家没有男孩，阿爸又不能去打仗。我知道你阿爸改教后换来了新的木格楞房子，听说你阿爸接收了俄国佬的抚恤金，对吗？我家的畜群就剩下这一群羊了。阿爸说，如果不收下他们给的抚恤金，我们家就过不了这个冬天。那样我们怎么生活呢？听说你家的木格楞房子是拿你妹妹宗金换来的，是你妹妹宗金不干跑了。不对，那是胡说。他和歌王走浩特去了，他喜欢唱歌。那我喜欢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救你。来呀，吃肉啊！叛徒家的羊肉，哎呀，我可是很久没有吃到肉了。那如果问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吃了呗，先吃了再说。吃了呗，好香哦！不过啊，这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叫纳森大叔知道啊。对，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你们几个，好，知道。好香啊！真香啊！哎，我巴西来了。真的是，快吃。好香啊！杨金，他们杀了你家的羊，都给吃光了。他们是强盗，他们太坏，一定是达士顿干的。达士顿，你们为什么杀人家的羊？你杀了怎么着？杨金，我们把你们的羊吃了，你怎么跟你阿爸交代啊？只能说是丢了呗。草原的狼很多，我家的羊经常被狼给吃了。你们就是吃了羊的狼。狼吃了羊，你们都成狼了。干嘛打人啊？我在打狼。谁叫你是狼呢？杨金，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啊？放羊去了。放羊去了？那咱们家的羊怎么少了一只啊？被狼吃了呗。被狼吃了？一共几只狼？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哼，这就是你的狼？偷吃别人家的羊，按照法典是要受处罚的，这是规矩。你说，是谁干的？走，快点！哎呀，你们来了，快坐，快坐。来，快坐。杨金，你告诉他，他的2个宝贝儿子都做了些什么好事？说呀！干嘛跟孩子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快说，怎么回事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快说呀！来，吃块奶豆腐。不行，放下。哎呀，纳森兄弟，孩子不说，你说不行啊？怎么回事啊？你家的狼崽子偷吃了我家的羊。什么？是真的吗？本来我是不想缴税的，答应他们信奉东正教，免去老公羊一死。可是没想到让你们家的2个狼崽子给掏了。你信奉东正教了？我没有儿子，家里没有打仗的男丁，缴税就更高了。杨金和宗金的妈妈走得早，我不答应他们，牲畜又产不了崽儿，我们吃什么呀？你信奉了东正教，蒙古人都不会理你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不，连你家的狼崽子都欺负我们。这样吧，你把我们家的种羊拉走，好不好？算了吧，种羊我不拉了，等他们回来，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那2个孩子。走，不用你说，我饶不了他俩。去，大士队，你们都给我起来！
啊！你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偷人家央金家的种羊？快说！啊，额吉是我。你给我躲开！额吉，你不要怪弟弟。怎么回事？额吉，啊！你不要我叫你嘴馋！我这是他会我。额吉，叫你嘴馋！啊！叫你嘴馋！你不要就是你不听话，额吉，到处都是惹祸。你看你哥哥多懂事啊！啊！我叫你偷人家的羊。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还哭啊？快说，为什么偷人家羊？为什么？快说说呀你！你看看你哥哥，啊，他多懂事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你别哭，我知道不是你。额吉，你不生气了吗？我不生气了。好了好了。和所有托尔扈特蒙古人一样，我是草原的宠儿与骄子。我爱星如棋布的孩子，我爱天上翻卷的白云，我爱漫山遍野的牛羊，我爱这世上每一个亲人和每一种生灵。我的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啊！扔得最远的是我的，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的。我的，凭什么说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当我没看见你扔还不成吗？不成，就是我的远，就是我的远。哼，那好，再来一次，看看谁远。就来。你扔的比我远，不，你在让我，我比你差一点。你的远，我看见了。啊，好。叶卡捷琳娜登上皇位并不合法，如果她显示出任何软弱，宫中的各派就会对她群起而攻之。保守派的代表要推出囚禁多年的伊凡六世接替皇位。伊凡六世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我勇敢的禁卫军兄弟们，今天俄罗斯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让那些宫中暴君远离我们，让那些保守的、丑陋的白痴们见鬼去吧！俄罗斯需要仁慈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拯救俄罗斯需要美丽和智慧的化身叶卡捷琳娜女皇。叶卡捷琳娜为了巩固不稳定的皇权，她秘密地结束了伊凡六世，扫清了保守派接替皇权的人选，最终成为俄国女皇。士兵们，我愿同你们一道，为伟大的俄罗斯奉献我的一生。月亮、太阳、火炬、人潮，上帝引领着我。俄罗斯改变了我，我不再属于德意志，我已经属于伟大的俄罗斯。今天，东正教的光环笼罩着我，我的灵魂和肉体在这一刻决定交付于他，从此愿与伟大的俄罗斯同生死，共呼吸。我要做一位仁慈的君主，用我的精神废弃宫中的旧制和酷刑，颁布赦令，遏制天花瘟疫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蔓延。这是他第一次用俄语面对神圣的东正教发出的祝词。俄罗斯的教皇们感到吃惊的同时，相信了他。这些年，韩国和邻国的纷争
越来越多，只为满足一个女人的野心。夹在中间，我们是打不能，走也不能，又如何保全自己？我们周边的那些岛屿，都会是女皇争夺的地方。那个跛将军，在开辟南方。韩王，我们已不是当年的阿育奇汗受彼得一世隆重接见的年代了，还是力争休战，早日回归故乡吧。阿育奇汗拒绝交出俄罗斯所要的人质，并叛离沙俄，才保全了韩国。韩王，如果我们承认了宗主权的话，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我还要告诉族人，我们维拉特蒙古部落从来没有脱离过故乡，我们不会改变信仰。如果我们割断故乡的情缘太久了，我们就是想回去，恐怕也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战争带给蒙古人的是苦难，是分崩离析，是族人们永久的漂移。那样，乌云会永远遮住我们营地上空的太阳。我们与故乡一如车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坏了，那么车就行驶不得。故乡就是一条圆，我们想回去，就要有轮子。利用开通的商道，我们和故乡取得联系。图尔扈特的臣民们，以上帝的名义，沙皇陛下向土耳其人宣战了。男人们拿起武器，女人们都要替丈夫备好军装，用大俄罗斯敌人的血换来属于你们个人的荣誉。蒙古男人的战马就是老婆，你可要疼爱她。她能躲过危险，她能不远万里把你带回家。我的黑骏马，你可一定要记住，不论多远，咱们的马还年轻。大士顿，把帽子给我。哎。本来应当是自己出门征战的时候了，因为年轻，我对战争没有一丝胆怯，但结果还是亲哥了阿爸走了。为他送别时，突然浮上一丝忧伤，我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喝碗上马酒吧。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当个男子汉，帮你们的阿姐撑起这个家。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图尔扈特人成了沙皇陛下战争的工具。父辈们并不关心为什么打仗和同谁打仗，这些都和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只知道必须出发，而且要骑上自己的战马，带上自己的武器，去把生命交给不可知的命运去安排。这就是沙皇俄国
送给我少年时期的礼物。我收到了法国、荷兰一些改革派们的信件。这些日子以来，您都快成了书写狂了。他们在信中建议我推行新科学。我亲爱的女皇陛下在俄罗斯吗？当然是的，米莎，你能支持我吗？难道我支持您的还不算多吗，女皇陛下？亲爱的米莎，我想改变皇室内部。是吗？我要改变那些腐朽的贵族制。您的大胆，连教皇们都在称赞。看你说的。可是您的冷酷，真叫皇室的贵族们胆颤。不过，我实在很担心那些皇室的贵族们对您的看法。您要知道，他们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接下来我想知道您有什么打算？我要统一南方和北方。您要统一俄罗斯的南方和北方？怎么，我亲爱的米莎？你难道不相信我能做到吗？不，我是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您，能够让您感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我把我的心都交给您了。我的心归属俄罗斯，不仅仅是你，我的米莎。这我知道，我的女皇陛下。我是在伏尔加河边长大的。小时候，我和爸爸春季溯河，去到卡马河畔和那里的手工艺人做生意，铸造蒙古钱币，待到秋季到来的时候，顺流直下河口，扎营在大萨赖城。阿爸说，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朱赤、孙子拔都在这里建立起金帐汗国，他们都埋葬在这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东方，也有一条河，额尔古纳河。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把我的骨头也带回去，埋葬在汗山脚下。现在我也老了，我就是想回去，恐怕也回不去了。你等着，我马上回来。你看杨金，多可爱的小鸟啊！好可爱呀！